又到龙吧，跳到路，才能上吧。Come on， 又到龙吧，跳到路吧，先到上吧，就把眼皮瞧的东西，自己前皮靠的，不然结果那么匆忙，站起来嘞，他说呢，公干部先去爬，三年长龙脚脚，没不能去他们公可弄，那时候有赌气，你们我到这么的，老好友公干部我真的再也不能用，要累个过来，那么的也得你懂，又不下多心太多。我那等不得想象啊。你拍人，你也穷个一拳当空气粗怕撒眼落给掉了，那等就去越了我。